針對高端同埋專業用家 ，ASUS 推出 PA328Q 顯示器，係一款採用32寸 IPS 面板嘅 4K 屏幕，除影像清晰同色彩還原度高之外，仲擁有 HDMI 2.0、PIP、PBP 同埋眼睛保護等特別功能，配合專業用家嘅操作需要。ASUS PA328Q 嘅屏幕邊緣部分只有10mm， 闊度大概 734.4mm， 顯示器設有高低升降功能，屏幕喺最低點佔用空間嘅高度大概 485mm， 升到頂點之後高度大概 615mm， 加上設有旋轉功能，用家就需要預留一定嘅空間擺放。屏幕右下面嘅一排按鈕可以用嚟控制電源開關、色彩調整同埋輸入信號源等。右邊就設有4個 USB 3.0 接口，而喺背面嘅底下就設有唔同嘅信號連接線，包括 Mini DisplayPort、DisplayPort 同埋 HDMI 等。屏幕用咗32寸16比9嘅 IPS 顯示面板同埋 LED 背光技術，最高光度達到350 CD/m²， 最高對比度 ASCR 達到1億比1，提供 4K 即係340×2160解析度，像素密度為138 ppi， 而且擁有10 bit 色彩深度，達至1073.78萬種色彩，仲擁有100% sRGB 色域。可視角度方面，喺上下垂直或者左右兩邊嘅水平，可視角度都達到178度。另外，屏幕部分同埋支架之間可以轉動同埋升降，設有130mm 調整幅度，亦都可以左右扭動正或者負60度，仰臥調校正20或者負5度，同埋將屏幕轉動90度，由打橫變成打直。PA328Q 嘅設計喺用家嘅角度出發，加入咗多項保護用家眼睛嘅技術，仲提供多個實用功能，例如可以喺影像上面搭上唔同尺寸嘅外框，再透過旁邊嘅 joystick 移動外框位置。除此之外，屏幕加入咗 PBP 同埋 PIP 功能。PBP 即係將屏幕分成一半之後，同時顯示兩個唔同嘅影像，而 PIP 就係喺主畫面上面搭上另一個影像信號。尺寸設有3段調校，用家就可以一邊工作一邊欣賞電影。